依賴借貸經營而無法實現成長嘅事業，終將走向失敗。今日嘅主題唔單止適用於經營企業，同樣亦都適用於我哋嘅人生管理。大家是否注意到，當經濟不景氣嘅時候，好多公司甚至政府會透過發行債券嚟籌集資金，希望藉此渡過難關，迎嚟經濟回暖。然而，當一個企業出現資金周轉困難，顯示佢經營模式存在問題。如果唔願意做出改變，無論係貸款定係發行債券，都只係治標不治本。長遠嚟睇，問題依然無法解決，最終仍然可能面臨破產。同樣地，當我哋個人收入減少嘅時候，最直接嘅反應往往係緊縮開支，盡量削減不必要嘅花費，以便保留更多資金應付日常需求。然而，每個人都有基本嘅生活開銷，即使刪減咗非必要支出，能夠節省嘅金額亦都有限。企業嘅情況亦都係如此。當然，無論係企業定係個人，選擇節省開支嚟暫時緩解財務壓力，原因好簡單，呢個係最容易執行嘅方法。短期內控制不必要嘅支出並唔困難，企業透過裁員節省成本，短期內對營運影響有限。不過，大家係咪注意到以上呢啲方法其實都係被動㗎？好多時候，我哋面臨財務壓力，並非因為資金短缺，而係核心經營模式出咗問題。如果唔針對根本原因進行調整，財務壓力只會越嚟越嚴重。因為到咗某個階段，我哋會發現已經無法再削減開支，畢竟基本生活需求係無法避免㗎。節儉固然係一種美德，但若果以為僅靠節省開支就能夠解決公司或者個人嘅核心理財問題，無疑係喺自欺欺人。真正化解財務壓力嘅關鍵，在於揾出問題嘅根源。例如，我哋係咪仍然沿用以不合時宜嘅經營模式，導致消費者逐漸流失？舉例嚟講，若果我哋經營嘅係人力車業務，隨住汽車嘅普及，不論我哋幾咁用心經營，或者提供多優質嘅服務，最終仍然難免被汽車同巴士所取代。同理，喺職場上，若果遭遇裁員，我哋亦都應該反思自身技能係咪符合時代需求。譬如一位廚師面對自動化炒菜機嘅興起，係咪會因此影響職業地位？呢啲都係必須審慎考量嘅問題。若果不幸發現自己嘅經營模式或者專業技能已被取代或者面臨威脅，便應積極尋找新嘅發展方向，轉換跑道。唯有如此，先至能夠確保財務狀況持續穩健成長。事實上，好多財務困難並非一夕之間產生。公司經濟狀況不佳，或者工作中遇到挫折，亦都往往唔係短時間內形成嘅問題。關鍵在於我哋係咪願意積極面對，定係選擇好似鴕鳥咁將頭埋入沙中逃避？呢個正係我哋必須做出嘅抉擇。雖然我哋可以假裝問題唔存在，但嗰只不過係自我欺騙罷了。筆者喺此提出幾個建議，供大家思考目前嘅人生或者公司業務係咪仍然適合當下嘅環境。首先，我哋可以稍為抽離自身，從第三者嘅角度嚟審視所處嘅情景。舉例嚟講，若果我哋經營生意，不妨換位思考，設想自己係顧客，會唔會願意光湊自己嘅店鋪？若果係返工族，就可以企喺上司嘅立場，評估自己嘅工作表現係咪匹配目前嘅薪資待遇。透過第三方嘅視角嚟思考，有助於減少自我偏見，使我哋能夠更加客觀、真實咁看待問題。其次，我哋可以進行一個思考實驗，設想喺最壞嘅情況發生嘅時候，我哋係咪能夠從容應對？舉例嚟講，假如老闆聽日就解僱我哋係咪具備足夠嘅技能，能夠立即揾到另一份工，至少維持現有嘅收入水平？如果我哋對此冇信心，顯然上司喺話語權上佔優勢。呢個時，我哋就需要思考點樣提升自己嘅韌性，即使面臨解僱或者客戶流失，我哋仍然能夠輕鬆揾到出路。當然，喺經濟下行或者環境惡化嘅情況之下，確實會對我哋造成一定影響。筆者認為，大家思考最壞情況嘅目的，就係要檢視自己係咪有能力應對。即使無法揾到同現有薪酬待遇相當嘅工作，至少能夠維持基本收入，呢個先至係最關鍵㗎。第三，嘗試為自己尋找一啲副業，從公司嘅角度出發，積極開拓新嘅業務，睇下係咪能夠取得成功。
好多時候，我哋身處安穩幸福嘅環境中，難以想像災難降臨時嘅嚴峻情況。久而久之，便容易變得懶散、不思進取。為咗提升自身嘅視野同境界，不妨趁住仲有能力嘅時候，嘗試開展副業，減少對主業嘅依賴。透過呢個過程，筆者認為副業帶嚟嘅收入並非最重要㗎，關鍵在於我哋會發現開拓新業務並非想像中咁簡單。研究顯示，10個新創事業中有9個會喺頭5年內結束營運。我哋目前穩定嘅工作同業務來之不易，失去佢哋可能只係一時嘅事。保持警覺心，隨時做好準備。當危機來臨時，我哋嘅反應自然會更加迅速。第四，筆者本身熱愛閱讀，認為閱讀係幫助我哋洞察世界趨勢、進行多角度分析嘅重要途徑。唔同作者帶嚟各異嘅觀點同資料，透過大量閱讀，我哋能夠對世界有更深入嘅了解，並逐漸培養出敏銳嘅洞察力。筆者認為，不必對每一本書都逐字細讀，有時輕鬆咁當作娛樂嚟閱讀，唔單止能夠提升興趣，亦都能夠加快閱讀速度。閱讀唔應該係一項苦差事，我哋需要時刻提醒自己，不必強迫背誦書中內容，而係應該保持輕鬆，盡力而為。漸漸地，你會發現閱讀就好似同作者對話一樣，喺腦海中激盪出豐富嘅思維火花，自然而然咁吸收更多知識。總結嚟講，逆境往往會讓我哋原本隱藏嘅問題同缺點浮現出嚟，而解決呢啲問題則需要我哋採取積極嘅態度。以經濟下行為例，我哋可以主動開拓業務，提升自身能力，以增強競爭力。當然，亦都可以揀節衣縮食、削減開支呢種較為被動嘅方式。開拓代表住無限嘅可能性，而收縮則係有限嘅選擇。面對抉擇，大家又會點樣決定呢？